你创啥？啊，那后背入去内底啊？做菜咯？你谁啊？这帮桥仔头路医生留落来啦。你想啊？报警哦！你报警哦？啊，歹势嘞吼！啊，李文钦是你想啊？阮囝安怎？哦，你囝，警察我们在管的，你搞不清楚状况啊！你儿子是卖国贼，还在跟我大小声，带下去！哎呀！上课，他妈搞什么组织啊？搞什么组织啊？把他裤子脱下来。你看看，都是一些叛乱分子的书。自由中国啊！自由个屁！你这儿子怎么教的？怎么教的啊？搞什么自由啊？你暴力分子啊你啊！混蛋！王八蛋！打到你儿子都不认专业，搞什么组织啊？爱搞自由是不是？啊？给我起来！满嘴自由的家伙，给我吃！吃！好像不够，还有声音嘛？吃！再吃！让你满嘴自由！这样，自由好不好吃啊？好吃不吃？再来！再给我吃！给我吃下